第一個玩嘅遊戲係123紅綠燈嘅動作版，題目係靈修時會做嘅嘢。123紅綠燈過馬路要小心。你哋兩個唔專心，我要罰你哋講公開說話。直區學區祝大家正宗得力，鄰里興旺。弟兄姊妹，新一年多啲參加 TGIF 崇拜啦。Tonight Grace is flowing。由今年1月開始，每個月嘅第4個星期五晚上將設有 TGIF 靈證崇拜，以不同證修方式帶領參加者喺正中遇見主。歡迎弟兄姊妹參與。第二個遊戲就係動作版嘅以訛傳訛。實死丁力嘅就係你啦！成個遊戲俾你搞彎晒，成隊人同我出嚟講公開說話。新一年我哋恭祝大家事事做盡，發揮恩慈，為主起步。想學現代舞，千祈唔好揾佢哋啊！嚟新起點啦！想知真正嘅現代舞係點跳，就千祈唔好錯過新起點嚟緊嘅現代舞班啊！課程內容包括幫助學員放鬆、認識自己身體等等，將會由擅長創意即興舞蹈嘅 Kiki 老師教導，歡迎初學者。詳情請參閱新起點 IG， 亦歡迎向陳迪亞幹事查詢。另外嚟緊輔導小組將會舉辦 MBTI 初階班課程，主要講員係由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畢業，同時亦係輔導小組成員嘅楊俊文弟兄任教。課程期望能夠讓弟兄姊妹認識自己嘅性格特質，同時亦希望透過與不同性格類型嘅學員交流，學習彼此欣賞。對象係在職人士，日期係3月4號同11號晚上7點半，費用為2堂100蚊。截止報名日期係2月16號，有興趣嘅弟兄姊妹就快啲報名啦！最後一個遊戲就係狼人殺。天下請閉眼，狼人請開眼。請問你今晚要殺嘅人係邊個呢？狼人請閉眼，天光請開眼。今晚，多謝你哋肯聽我講嘢啊！其實屋企嗰兩父子都唔係聽我講嘢，成日都淨係做自己嘢。點解阿媽咁難做啊？家庭區同兒童區祝大家家庭和睦，身心健康。如果你覺得做家長有壓力嘅時候，不如參加 Make in Better 嘅藝術治療小組啊！由樂兒天地與藝術基金會合辦嘅 Make it Better 藝術治療小組，希望協助家長舒緩情緒壓力，增強自信心及自我認同感。最重要係令家長學習到處理有特殊需要兒童嘅情緒同需要。由專業藝術治療師負責，名額只有8對，有需要嘅就盡快報名啦！詳情可以向馮慧玲兒童事工主任查詢。弟兄姊妹，新一年祝福我哋都成為屬靈嘅得勝者。今年我哋會一齊睇約書亞記，學習憑信心行事，盼望喺末後嘅日子，我哋可以同心為主，贏得不同嘅群體，成為神嘅精兵。想生命被提升，去短宣就係一個好機會。嚟緊3月將會有廣西融水短宣，內容包括落鄉探訪、行區禱告、個人報道及培訓等。短宣一共8日，費用係港幣2500蚊，已經包埋車費、住宿同埋膳食，人數係7至12人。截止報名日期係2月16號。有興趣嘅弟兄姊妹，請到行政區報名。想知道更多詳情，可以向蒙可少牧師查詢。主恩會祝福大家，跟隨主進入應許之地，恭喜恭喜！